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湾名人堂，我是侯乃荣。台湾名人堂要告诉大家，有故事的人，有意义的事。看不见是生命的缺憾，还是人生的转机呢？金曲歌王萧煌奇，他从以前到现在这音乐之路呢，感动了无数的听众、观众朋友。但是呢，大家知道他其实是台湾歌坛当中很少见的国台语双声带的创作型男歌手。不过他这音乐之路一路走来，并不是那么的顺遂，也曾经经历过低潮。不过一次又一次，他用他的温暖、力量以及热情去拥抱这个世界。今天很开心，节目当中请来萧煌奇老师跟我们聊聊他的故事。欢迎煌奇老师。乃荣好，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老师很开心，今天你来到节目当中。对，我发现到你变瘦了，变帅了。真的吗？真的。哇，最近太忙了，是不是？可能我都没有看见自己，所以我变得怎么样，其实有时候我也不知道。对，旁边的人都会告诉你吧。但无所谓，我觉得就是心里开心比较重要。是。对。老师最近挺忙的，对不对？对，这一阵子除了就是在做自己的这个唱片以外，然后也这次呢带来一个这个舞台剧的消息。这个新的作品就是也是我的一个处女秀，对，遇见自己的这个舞台剧，然后即将要呈现在给这个观众朋友这样，然后我自己也蛮期待的这次的这个舞台剧这样子。而且这个舞台剧很特别，它是为老师量身打造，应该是用你的故事来当做本，对不对？对，有60%的我的故事情节，有40%呢是编剧加导演的想象力，对，然后去完成了一部剧本这样子。然后其实当初呢我要接这部这个舞台剧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害怕。怎么说害怕？你经历过大风大浪了。当然，你如果说做音乐对我来说是没问题，唱歌对我来说没问题，但是舞台剧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哎。你知道我光拿到舞台剧的剧本的时候，我心里面吓一跳，说啊，怎么这么大本，而且还2本呢？你可不可以比一下那个厚度给我们看？那个厚度就像这样，很像这么大一点。而且重点是，就是除了剧本以外，我们这次还有剧本每一个剧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些音乐，还有歌要唱。所以其实还蛮硬的，很大的挑战。对，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那你怎么样去克服嘞？就是其实背剧本对我们一般人，即使自己看得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你要怎么样去消化这个剧本内容？我觉得拿到剧本的时候，我会先就是会先 run 过整个的剧本的这个故事的情节。我先把整个故事的这个大纲消化以后，我知道说原来我的角色里面也许有这个主持人，有柔道教练，然后还有这个街头艺人，然后还有扮演这个年长的自己。对，那我知道说我整个剧情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接下来我要怎么样去融入那个剧情。对。然后导演非常贴心，就是说他在给我剧本同时，我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呢，在就是结束之前，他会请所有的剧组的这些演员跟我一起，然后他会把所有的这个影音的档案录下来，然后会交给我，让我回去消化，就是前后的这个剧情的变化的过程。然后我有这个影音档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就是一边就是背剧本的时候，然后一边去融入那个情节，然后我就可以比较上手的去消化所有的剧本。那你刚才提到的导演就是丁乃真导演。对，我想聊一聊，就是当初他怎么样跟你提出这个想法？你们怎么会搭上线？你们一个在剧场界，一个在音乐界，怎么会碰在一块儿？其实非常有趣。那刚好在好像是前年的时候，然后我刚好就是也要做一个大陆的一个评审的工作，然后我在这个就是搭飞机，然后我们坐同一班飞机，然后那时候丁乃真导演呢，他之前有做过我一个好朋友许哲成的一个也是盲人朋友的一个舞台剧，然后他遇到我的时候，他就说，
我问我有没有兴趣跟他们合作做舞台剧这样子，对，就直接邀我要做舞台剧。我是说啊，导演你觉得我行吗？你这么勇敢的就要叫我去演舞台剧，我说，音乐的事情我可以啦，对，但舞台剧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慢慢的接触这样子。然后呢，导演就有很多想法，就说。我想要帮你量身定做，量身定做属于你自己的剧本，对，这样也许你演起来会比较自在一点，对。没想到就这样子，真的就是导演就把剧本，然后过几个月以后他就编好了，然后就说好啊，我们现在开始要走。导演真的很认真，有没有？我想说，有时候就说一说就好了，对，有兴趣，有时候遇到什么样的人，然后可能就是。有机会来演舞台剧，然后有机会来教我们的音乐剧啊什么的。有时候客气嘛。你也是顺口答应，是不是？对，我想说，怎么会变成真的就变成是真的要做这件事情？那从你之前是坐在底下看舞台剧、听舞台剧，真的到自己上台，我想问一问这个中间最大差别是什么？最大差别就是，我会想说，我自己站在那个舞台上面。讲出的每一句话是不是会让人家会心一笑？或者说是不是会让人家感动？对，因为坐在台下，我们只是，因为有时候我觉得那个演员非常厉害，他可能在一句话之间就可以让所有的人进入到他的世界。那我今天换我站在那个舞台，我是不是有办法让大家进入到我的世界里面？对，这个就真的是要功力了。那我觉得我会怀疑自己，就是自己。是不是能够办得到？但是我觉得，不管我是不是能够办得到，我还是会全力以赴，因为既然答应了，我给自己一个想法，就是说，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最好。那这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对，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一关一关的闯哦。其实老师，我们知道你的故事是从你其实是先天性的白内障，对不对？对。那4岁的时候是因为开刀，所以你后来是。变成弱视，你稍微可以看得见了。那到15岁是再次的失明，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你这个小时候的过程，好不好？我之前在4岁之前，我是完全看不见的。对。然后妈妈就是为了我，然后到处去找问名医啊，或者说问神啊，就是希望为什么这个小孩生下来会看不见这样。然后就是最后他带我到医院去，就是那时候在。中心医院，然后去做治疗，然后开了2次刀。对，动了2次刀以后，就是眼睛张开的时候，我就是仿佛就有看见一点点就是光线，然后可以看见就是一点点的形体。对，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因为就是知道说原来这是看得见的样子，看得见的东西。然后接下来妈妈就出现了，胖胖圆圆的脸啊。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最爱吃肉松，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那个刚好有那个推车过来，然后上面就有肉松稀饭啊什么的，然后你就觉得好新奇哦，对世界充满着好奇的我。对，可以看得到一点点，然后我就觉得很幸福。对，好像就是到了这个世界，我不会认为说我是一个看不见的人，因为那个时候才是有真正的记忆。对，然后慢慢的，可是我觉得就是在过程当中，我好像就是视力比别人差一点点，可能别人可以就是看很远的公车站牌，然后可能很多人可以就是很清楚的看到这个世界长得怎么样。但对我来说，我是比较模糊的。对。那后来呢，妈妈发现我的这个视力的问题，然后她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好好的去珍惜这个视力，或者说接受就是老师的建议，就是让我去念盲校。是。然后呢，我从3年级就是开始就是进入盲校去练习，对，国小3年级。对。然后那个3年级就是要住在学校里面这样，然后妈妈就很
很不舍得把我送到学校去，让我去住校这样。对那当然因为你要变成盲人的学习的时候，你必须要学点字。所以我妈妈呢，就是我第一个教我点字的老师。所以妈妈自己先去学了。对，因为她必须要先学，是，就是点字的这个学习的过程，才有办法完成这些动作。那当然，在过程当中，小朋友都会比较叛逆，你会觉得说，啊，我明明就看得见啊，我干嘛还学点字？然后常常会跟他发生争吵，因为那个点字要一点一点一点的点在那个点字板上面，然后点在纸上面。对。然后我那时候都会不小心用点字笔会戳破那个点字的那个纸。对。然后呢，常常就是因为戳破，然后妈妈就会觉得很不开心。真正开始，然后学音乐的事，其实应该是在国中以后，我才开始有机会学音乐。对。那因为以前小时候，我自己是跟爸爸妈妈他们就是很喜欢唱歌，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我很喜欢听电台节目，然后电台节目有时候他们会卖一些那种卖东西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趁那个在卖东西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在卖一台就是卡拉 OK 伴唱机，然后那时候还那个卡拉 OK 伴唱机它还可以打分数，是，然后我就打电话，那时候我才小学5年级，然后我就打电话去电台，我说，对不起，先生，麻烦你明天送卡拉 OK 伴唱机到我们家来，然后我们家地址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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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电台的先生呢，他没有发现说，我是一个小孩，小学5年级的小孩，然后就打电话去订卡拉 OK， 然后隔天他就送来了，然后送来了，我妈就觉得啊，我没有订卡拉 OK 啊，我说妈。那是我订的啦，你就买单就好啊。付钱。对，然后妈妈也是因为知道爸爸也喜欢唱歌，然后大家都喜欢唱歌，后来他就付钱就买了那一台伴唱机。然后我有那一台伴唱机，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开心的事情。然后我就可以用那个伴唱机，一边就是跟家里面的人唱歌，一边呢，我那个伴唱机呢还是可以就是录音的哦，我有那个卡夹，然后呢，还有那种就是那种伴唱带，可以把原主唱的声音消掉的，对，然后我就可以利用伴唱机，我就可以做很多自己喜欢唱的专辑。所以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很能唱这件事情？应该就是有那一台伴唱机，然后开始就是因为伴唱机本来就是会有打分数嘛，对。那打分数，好像我在唱的时候，好像分数都会比爸爸妈妈还要高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最后我就找到一个正确答案，你只要呢声音大，长音够，然后那个分数都会比较高。是这样是不是？对，它分数都比较高一点。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就是我除了就是分数比较高，然后我也做了一些自己的自制的专辑。所以那时候开始就会做盗版生意这样，然后做了那个专辑以后呢，爸爸妈妈就会把我的专辑呢，就是送给很多那种亲朋好友这样子，对，然后亲朋好友就会很喜欢找我去他们家唱歌，然后其实那时候小时候很简单，你们家如果有准备饼干汽水，我就会去你们家唱歌，然后所以那时候开始就去培养这个唱歌的这个经验，对，然后后来呢就是爸爸妈妈知道我会唱歌，其实国中开始，因为爸爸刚好有认识做工地秀的负责人，对，然后他就帮我推荐去给就是工地秀的这个业主，然后那时候我国中的时候，你就看一个辛苦的妈妈骑摩托车载着自己的小孩，然后穿着西装，然后戴一个眼镜，跟自己的打扮不是很像的那样的年轻人去唱工地秀。那时候唱一场秀多少钱？记不记得？那时候是一场1000块。那时候一场1000块。要唱3首歌。算很不错了，对不对？对，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很不错了。对。当然有时候常常会有一些就是人家早期那种就是有那种酒杯啊，然后钱会垫在酒杯下面啊，然后如果你唱得好的时候，还会有就是来宾会给你有多余的那个小费啊之类的，对，然后你就会很开心。对，所以当时呢，我觉得那些费用呢，就是变成是我就可以贴补家用，因为我爸妈他们都是做水泥工，对，所以其实就是有时候水泥工的工作也不一定是很稳定。对，那刚好就是从国中开始。
我就其实我也可以很开心的跟大家说，从国中开始我就没有跟爸爸妈妈拿钱了。哦，但我想问一问，就是爸妈原来对你有没有期望啊？有没有跟你聊过？其实爸爸妈妈他们对我就会觉得说，因为他们生下我这样的一个小孩是眼睛有问题的，所以对眼睛有问题的，在早期的一辈的这些长辈都会觉得说，可能就好好的以后把他培养好去做按摩就算了，然后可以养活自己就好了。对，根本没有办法去想象说哦未来能怎样，就是用这样的想法去面对而已这样。但我也没有觉得说哦自己这样的状况是怎么样这样，因为当时小时候真的不懂。那你对自己小小的你那时候有对自己有未来的有期望吗？没有啊，我就是很爱音乐，就是有什么歌来的时候我就会去唱，就会去买。是，你知道，因为我住在市场里面，然后我市场里面呢，每一个礼拜2跟礼拜4，对，都会有那个卖那个匣式的伴唱带的，就是摊贩，对，然后不然就是卖录音带的摊贩，他们都会来，然后我都会每一次我都会去楼下问他们说，哎，你们最近是出了什么新的哪一个歌手的歌啊，哪一个伴唱带呢，或者什么录音带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跟爸爸妈妈要钱，说啊，我想要去买这些东西这样子，就那时候就会去累积对音乐的爱好，然后有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录更多东西，然后学更多东西，所以最早开始，其实我会坚持做台语歌的原因，应该就是说，我是先学台语歌，传统的台语歌长大的，跟爸爸妈妈一起唱歌，然后学到这些的。你的成长过程中，除了爸爸妈妈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是阿嬷，对不对？对。对，我想问一问，就是说阿嬷对你而言，她在生命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她在生命当中，我觉得她就是我的守护神。因为她觉得这个小孩眼睛看不见。是可能我们是丁细良做潘来吉啊，就可能做了很多坏事才会生，对才会生下我们这样小孩，然后所以呢就应该多多的保护他、爱他，这样就是把他带在身边。对，所以呢，在无时无刻，我阿嬷要去哪里的时候，她都会带着我。对，然后不管去市场啊，然后去哪里买菜啊，或者是我去上学以后啊，他还是会去学校接我这样子，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工作的关系，所以有很大段的时间都是阿嬷带我长大的。对，所以跟阿嬷的感情就很深刻。然后你知道吗？就是说，因为我住校，然后阿嬷其实也重干咩，所以但是他都会对我们家有3个小孩，他都会对我比较好。对，因为我要住校的时候，我要去学校的时候，每次就是礼拜天，然后礼拜1要去上课了，他就会说哦，来，你来一下。然后他的这个房间里面有一台那个裁缝机，然后裁缝机底下呢都会放一些朋友送他的一些饼干、水果之类的东西。然后他常常就是我要去住校上课的那一天，他就会说，哎，你这个哈，你这饼哈，这令果哈，你得去学校，你得去好好吃，你唔当跟你阿兄跟阿姊讲哦。我就觉得说，阿嬷对我真的特别的好，然后有时候还会塞零用钱给我，就是因为他怕我在学校就是一个人很孤单很无聊，所以就是有零用钱就可以去买东西吃这样子。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从小阿嬷都给我很多的关心，他就会把就是即使他没有很有钱，但是他觉得。所有的爱，因为他会认为说是他上辈子他可能做了什么事，做了什么事，然后有一点亏欠的感觉，然后他把所有的爱都放在这个孩子身上。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有他的爱，其实就会很温暖。有太多的画面是跟阿嬷的一个生活的过程。那当然，阿嬷为这个歌呢，其实。我自己就是因为跟阿嬷有深厚的感情，那96年的时候刚好就是因为我从小就学柔道，然后96年要代表台湾去参加
残障奥运的柔道比赛，亚特兰大嘛。对。然后，因为96年其实对阿嬷来讲也是一个难过的一个年，这样子，就是说那时候阿嬷的身体已经很不好，年纪蛮大的。对，我70岁70多岁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已经住进了加护病房这样子，然后所以在一个这样的状况底下，就是说你到底是要去陪着阿嬷守护在她旁边，还是去参加比赛？那最后当然我还是就是有跟阿嬷报告，就是说我要去参加这个比赛。可是当时阿嬷已经不太能说话了，但是就是握着她的手的时候，其实那个心里面的感触会很深刻这样子。然后当然就我还是去参加了比赛。对。然后但我在比赛之前，我有跟阿嬷说，阿嬷你要好好的，你要身体健康，然后等我回来这样，我会拿好成绩的这样子。对。然后去比赛过程当中，其实心里面一直很挂碍着阿嬷的身体。对。当然比赛的成绩拿到了第6名、第7名的这样的一个成绩。然后回到台湾的时候，其实我都不晓得阿嬷的状况。哥哥来接我，他第一句话跟我讲说：“阿奇，阿嬷今天来不及等你回来，他就先走了。”对啊，所以当你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会觉得，阿嬷怎么不再等我一些时间？我可以回来，看他最后一眼，或者说可以陪他最后一程，或者说可以再跟他讲，我很努力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胜利，把你的喜悦把我的喜悦告诉阿嬷分享。那但就很可惜，没有办法去分享这样的喜悦。我只能就是在那当下，就是用我的音乐去把就是那个过程，阿嬷对我的好，对我的爱，对我的感动，给我的感动，我把它变成一首阿嬷的为这样的一个歌，去怀念她，去纪念她。然后我就会觉得哇，阿嬷就是常常会跟阿嬷说，阿嬷你有看到我？你看你的孙子没有让你很担心，没有让你很烦恼，这样的歌就是你给我的爱，你给我的温暖。对。然后我唱出了大家对奶奶的一种感受。你在这个词曲当中都是你自己写的。对。有没有哪一段你觉得自己心里是特别有感觉，或是每次在唱的时候你自己心里是感触特别多的？有没有？可不可以帮我们唱个2句？阿嬷，你今仔伫倒位？阮在叫你，你敢有听着？阮的认真甲阮的成功，你敢有看到？阮在叫你，你知影无？阿嬷，你今仔过了好无？敢有人在甲你照顾？希望后世人阮搁会当来互你听。做你永远的孙仔，搁叫你一声阿嬷。真的很棒哦！我觉得这个歌声真的温暖了很多人，也难怪这首歌可以获得这么多的共鸣。对，所以我就觉得很谢谢阿嬷。当然，每每唱这个歌的时候，那种心里的感受都会浮上心头，就觉得好像阿嬷正在就是天上看着你。小时候很喜欢看那个武侠片啊，进入到了启明学校，然后我就发现哇，怎么有人这样互相这边摔来摔去，或者是说在做压制的动作，你就觉得哇，这不是我梦中的武林高手吗？老师，我觉得你的人生非常丰富哎，除了大家知道的音乐路之外，其实你还蛮精彩的，在体育路上也很有表现。1994年拿到残奥的第3名，对。1996年的时候拿到了第7名。你当初怎么会去练柔道？其实我小时候很喜欢看那个
武侠片啊，然后那种《射雕英雄》这样，射雕英雄传》啊，《鹿鼎记》啊什么的，然后就觉得说，哎，这些人哦，他们会轻功，还蛮不错的。然后刚好后来进入到了启明学校，然后我就发现奇怪，我每一个礼拜五的下午4点多的时间，都会有人在就是地下室。就是喊声啊，然后还有那种柔道店拍打柔道店砰砰砰的声音，对，然后就觉得很好奇，然后就下去看看，就是他们在干嘛。结果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还看得见，对，算弱势，然后我就看哇，怎么有人这样互相这边摔来摔去，或者是说在做压制的动作，你就觉得哇，这不是我梦中的武林高手吗？然后于是呢，我就跟教练说。我可不可以加入柔道社？是，他说，你还太小，你现在3年级而已。那我就说，那我可不可以明年4年级的时候来加入？我就一直跟教练撸啊，我想学。然后教练就是后来他就是让我4年级的时候就进入那个柔道社这样子，然后我就从4年级开始就是学柔道，而且学柔道有一个好处，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本来都每天都要参加那个升降旗，然后学柔道的时候，我们有那种柔道特训的时候，早上跟晚上我们就不用参加升降旗，而且呢，我们还比一般同学还好哦，我们都固定都是有营养餐可以吃，对，有牛奶有面包，那时候真的是很迷人的，就是在我们那个时代那个时候，就是觉得有牛奶面包算是很高级的享受，对。对，所以也是因为有牛奶面包可以吃啊，然后就要参加这样子，然后就误打误撞的就一直练下来，然后感觉就是学柔道的过程当中，就是可能一开始都一直被摔这样子，就觉得说，好像就是摔到有抗体了，就是摔到有抗体了，然后再过一些时候，我去别的学校跟别的学校对练的时候，同学对练的时候。好像我也可以摔倒别人呢，然后我就可以一直这样子去，在一个人生的当中去体会到，好像很多事情你都是先学会被摔倒，然后才有机会去摔倒别人。这也是我人生的一个座右铭。对，就是凡事你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对，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去克服它，你就去找到了力量，甚至你可以打倒对方。然后这是我在柔道上面去体会到的，对。然后我就，教练呢一直让我就是说不要只限制在就是，跟盲人的柔道对练。对。后来他把我丢到什么台北体院呐，哇，还有丢到那么开南啊、台北啊，只要有摔柔道的地方，都有消防旗，就有消防旗被摔倒的镜头，然后。我就说，教练，你为什么一直要让我去被摔啊？是，你没有被摔，你怎么会摔倒别人？就是你要有抗体，然后真的是练到有抗体的时候，真的就觉得好像随便做一个过肩摔，然后随便做一个大歪哥，对方就飞起来了。对。然后那时候自己就觉得哇，好有成就感哦，帅，好帅哦，就是。然后一直开始练习，然后参加就是台湾的一些大小的比赛，对，然后一直到94年，我差不多高中2年级的时候，对，那我从小学4年级练到高中2年级，老师就说你应该去参加国际比赛，对，我说真的哦，就比赛柔道真的是很紧张，是，然后后来我就是先从在台湾出赛，然后出赛，然后打赢了台湾的这些朋友，然后就去参加比赛这样子。我96年的时候去亚特兰大，去参加奥运的时候，我之前老师就把我带到去左训训练中心，跟一般的就是选手一起练习。对，然后从早到中午到下午到晚上。我整天都在做这些事情你不强也难。对，所以训练来的。对，真的是很多东西都是训练来的，虽然它比较苦。但是老师，我觉得从言谈当中，你很多的逆境或者是辛苦，我觉得你都是用很正面能量去看待。你从小就是一个这样性格的人吗？我也不会觉得说就是这些
因为在当下你不会觉得它很苦，因为这些事情是你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面对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好像再苦，都会觉得好像是一种必经过的那个过程吧，然后也是一个学习。对，你没有遇过这些再苦，或者没有遇见强的对手，你怎么知道你自己的实力在哪里，或者说你自己练到了哪个程度？对，那这个东西都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包括音乐也是一样啊，你不能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面玩音乐、唱歌，你要到跟一般人一样，去跟人家竞争也好，或者说把自己的音乐拿给一般人，跟一般人来玩音乐，然后让一般人感受你的音乐是什么。对，这样子，对啊，不然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躲在自己的角落里面做任何事情。我们刚刚这样一路听过来你的故事哦。刚才前面稍微提到了一下，在15岁的时候，你再次失明看不到。我想知道说那时候的当下，你有没有曾经因为这件事情而心灰意冷过，或是非常的沮丧过？有没有？还是你一直都是很正面乐观？没有，其实现在讲，当然会觉得已经那些心灰意冷已经过了，那些害怕恐惧都已经过了。但在当下真的是，幸好我是生在启明学校，那时候还在念书。所以那个痛苦好像时间没有这么的久。我觉得就是在当下其实是就是因为我以前都可以跟一般的同学打篮球，对，然后在我知道说我视力快要一点一滴消失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害怕的。因为以往我可以跟一般人一样，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对。当视力一点一滴的在消失的时候，我竟然就很畏缩的，然后我也很抗拒的去告诉任何人，就是我的视力，我还是很逞强的去面对我那时候的生活。然后只是就是大家同学会发现说我变得不开心了，然后就会躲在一个自己的角落里面。对，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想象说你踏出了任何一步，那个恐惧，那个危险，你是不是那一步就直接就摔倒了？对，那个我觉得人生最痛苦的段落就在就是16岁那一年，然后从一个看得见的小孩，然后变成一个完完全全看不见的自己，那个要经历过很多很多的煎熬，然后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很难去想象那样的痛苦。对，然后当然最后其实是同学跟老师的鼓励，然后我觉得我才有办法，就是慢慢的让自己就是心胸开朗。其实也是学习。对，当我看不见以后，老师给我了一支白手杖，然后说你现在用这个手杖练习去探索你前方的东西。你就可以慢慢的去感受到前方到底有什么东西，然后学习怎么样过马路，听车子的声音，对，用看不见的方法开始去生活，对，慢慢的学会了这些东西，这些技能以后，那个信心好像又找回来一些了，就好像跟小时候学柔道然后过关斩将一样，我有抗体了，虽然我看不见，但是我生活有了辅助的工具，我也有了抗体，然后我就好像又可以面对这个世界。就那些打不倒你的，会让你更强大，对不对？对对。那老师，你后来也因此创作了这个《你是我的眼》这首歌，这是你自己很深刻的体会，对不对？把你这个看不见的心声，把它写进歌词里。对，我当初在写的时候，其实是有好多的疑问。如果我能看得见，怎么样？这是也是你心里的疑问吗？对，我信任，如果我能看得见，其实我一直很希望自己能够再看得见，我就能开车带你去遨游，我就能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对，就心里面的渴望一直还存在心里，然后但是也许我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就是我的生活，我的生命当中，还是有很多人一直在给我帮助，给我很多的鼓励。我都相信这些人给我的
温暖，我会用更多的音乐的力量再去温暖别人，感动别人。能够帮我们清唱2句吗？这首歌。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你是我的眼，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听得出来，这个真的是从心里唱出来的歌声。老师，你有没有想过，假如真的有这么一天，你可以重新的看得见，你第一件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开车，载着妈妈，带着我的家人、我的朋友，然后在高速公路奔驰，享受速度的快感。速度的快感。然后对，真的是很喜欢那样的感觉。然后可以看遍很多的曾经没有看过的东西，就是去转换那种心情。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一个人有他的脾气。小虎姐真的是带我去很多pub 餐厅驻唱，对，她亲自推荐，我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歌，让她也在站上一层楼。我觉得好像就是一种互相鼓励、互相扶持的一种方式。我觉得音乐其实目前听起来真的是你一件生命中很热爱的事情，对不对？那你在当到歌手的这个阶段，其实黄小琥老师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对，他也是你的一个伯乐。对，小虎姐真的是就是在我出道一阵子的时候呢，就是她给我一些帮助，就是甚至就是带我去很多pub 餐厅驻唱，对，她亲自推荐。然后还有一次就是自己就是出饭店机票钱，然后带我去高雄的一个 pub， 就是那时候就是推荐我去这个地方去唱歌，对，然后他亲自带我去。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呢，他给我很多的这个帮助，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记在心里的。然后也很荣幸可以在他2009年的时候帮他写了一个歌叫《没那么简单》，对，然后让大家就是也对小虎姐有更多的就是支持鼓励，然后也让小虎姐好像更让很多人认识她，然后我自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也得到了很多的机会跟帮助。你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吗？其实应该这样说，我们写歌的时候，就是会先按照这个人的声线，然后去感觉。对。那其实小虎姐一直有希望我可以帮她写一首歌，在我跟她相处的一些过程当中。对。然后刚好有那个机会，她就是说，哎，阿里也要下瓜，阿里帮我写一个歌啦。然后我就说好啊，试试看。然后我就一直写，真的就是。有时候，因为你知道他太会唱了，是，所以你一定要想说，你要写一个很适合他的歌，不要太简单，对，不能太简单。然后，可是就是有时候人都会遇到瓶颈，对，你好像觉得，哎呀，这里也写不对，那里也写不好，是，就真的都是就没有写出来，你知道吗？然后在要求的时间内，我还没写出来，于是呢，我回去我就是找到我的电脑里面，因为我电脑里面有很多我自己的作品，然后我就找到一首歌，其实那一首歌呢，我自己原本是要留给自己的，就是可能是下一张专辑，我觉得很适合我自己的歌，对，然后我就想说啊，
不然就这首歌好了。哦，是哦，然后所以是你本来自己要的，对，可本来是爱自己要的。然后呢，我就想说，我就想说，我想象这个声音，小慧姐的声音跟这个歌是不是可以 match 在一起？然后我就是好了，就这样子决定了，然后就给她这样子。对，哎，反而就是制作人也很喜欢，然后小虎姐他们也很喜欢，然后于是就交卷了。哎，没想到就是发行了以后，对，不管是在台湾，这就是大陆，在马来西亚好多地方，哎，街头你常常就听到这个歌在播，哇，你就觉得哇，好有成就感哦。就是虽然我不是主唱的人，但是我好像觉得就是哇，小虎姐给我这么多的帮助。我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歌，让他也在站上一层楼。我觉得好像就是一种互相鼓励、互相扶持的一种方式。所以当初你没机会当主唱人，今对天来帮我们唱2句吧。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一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什么都不懂的年纪，曾经最掏心，所以最开心。曾经，哇，你来唱也很好听哎。这本来就是我的歌啊。真的，老师，我真的好想问你是怎么样可以写出这么多动人的词句跟歌？对你而言，这个音乐在你生命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音乐就好像是生活一样，就是你感受到了什么样的生活的心情、生活的故事，你就可以在就是当下有了灵感，然后就可能就是会顺着每个和弦、每个旋律这样子，就顺的写下来。然后有时候，所以我很喜欢听别人说话，听别人讲故事。那所以我在写每个歌的时候，我可能都会先去了解，跟这个歌者沟通一下，就是他有最近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故事，然后我去听他的声音，然后我去想象那个声音的空间在哪里，然后去想象我这样唱是能够变成什么，所以才会陆陆续续就是也帮彭佳慧写了《大龄女子》，然后最近帮梁静茹写了《慢冷》，就是陆陆续续有好多人就会因为我的音乐可能比较生活一点，然后比较能够很快速的去进入每一个人的世界，所以就是后来找我写歌的人越来越多。对。那当然我也很开心，就是谢谢大家找我写歌，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自己可以再多分享更多我自己的音乐，我的生活。我从小就是讲台语长大的，然后我觉得用母语唱歌会让爸爸妈妈还有奶奶还有家人听得懂。那所以我会坚持就是一张国语一张台语。我希望这些歌能够在他们的世界里面，也可以留下一些回忆跟记忆。你的音乐创作才华，我觉得毋庸置疑，因为我觉得这记录大概太难有人打破，7座金曲奖，没有，然后4次的男歌手，然后3次的最佳台语专辑。我想问问，这对你来讲是压力还是动力？我觉得他没有压力，没有压力，没有压力，真的就是谢谢这些。就每一年的评审给我这么多的鼓励，但反正我觉得做音乐是一种非常开心的事情。你如果有谈到音乐，真的是聊3天3夜都聊不完。然后你就听到歌的时候，你就会很 enjoy。我觉得就是做音乐就是要怀抱着一种就是对当初的初衷，你就是爱音乐，你就是爱唱歌，然后就不断的去把这些东西做好。所以人生呢，就是做好一件事就好了，不用太复杂，一件事情做好。一首歌唱好，
你就非常完美了。但我觉得你在歌坛的定位，我这边想聊一聊，我觉得很好奇，一张台语，一张国语，一张台语，一张国语，你为什么会给自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推出新的作品？我觉得我不能忘记我跟爸爸妈妈跟阿嬷是他们一起讲的语言台语，因为我从小就是讲台语长大的，所以我觉得那样算是我的母语吧。然后我觉得，用母语唱歌会让爸爸妈妈还有奶奶还有家人听得懂。那所以我会坚持就是，一张国语，一张台语。对，我希望这些歌能够在他们的世界里面，也可以留下一些回忆跟记忆，因为我们曾经走过了多少的风风雨雨也好，多少的非常美好的回忆、美好的故事，所以我希望把这个闽南语歌把它记录下来，然后用比较新台语的方式去结合传统的这个台语歌的模式，让我的台语歌可以就是一直唱下来，让也喜欢台语的国语歌的这些朋友能够也来学台语。老师，我觉得你真的是一直用生命在写你的故事，写你的歌。那我想好奇的是，你现在挑战了舞台剧，那也有新专辑的推出，接下来你还有没有自己的规划跟想挑战的事情？我真的下半年真的，今年下半年很忙，会有舞台剧，然后会有新专辑，然后11月也可能会有小巨蛋演唱会。所以很多事情就一直在走，然后也有一些主持的机会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好像还没有停下来的机会这样。但是我总希望，当然我还是会回归到我的音乐世界里面。有一天我希望，我可以有一个交响乐团，然后我可以就是做一场就是 opera 的演唱会。用自己的声音跟交响乐团，然后我希望我也可以跟 Porcelli 一样，可以做世界的巡回，而且是唱自己的中文也好，台语也好，去世界各地唱给大家听。太好了，期待这一天到来。今天谢谢萧煌奇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你一直用生命写出这么多美好的歌来跟大家分享。谢谢你，台湾名人堂，我们下次再会。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我的人生座右铭是：每个人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好好的、努力的坚持做就对了。